未来拍算要买开偌济、付偌济医疗保单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哦。金管会表示讲，为了要来防止咱国人买上济医疗保险，靠破病来趁钱哦，所以未来规定讲，开偌济、付偌济医疗保险的理赔，袂当超过实际付出去的医疗费用哦。什么时阵会来实施？爱个讨论。替家己的未来先做好准备，未少人拢会买保险，亲像10支10付医疗险，应用副本理赔，上济应投保3分，应理赔3分。不过金管会宣布要出手来整顿，朝向损害填补甲损失分摊的原则做改革。实际的医疗费用支出应该是对应到他当时有效的这些实支实付的医疗险哈，由这些有效的这些医疗保单来做一个损失的分摊。那原则上是不能够超过他实际支付的这些医疗费用。也就是讲，即卖制度，若民众投保3份保单，佮接受副本理赔，用10万块医疗费用对理赔30万。不过改革上路了后，上济理赔就是实际支出10万块。但是问题是，你也不能说让保险公司拿了比较高的保费，却理赔比较少的这样子的一个项目或者是金额，这当然是不行的。新制度推出进前，民众投保的保单有缘会按照原来契约处理，未缩嘅计放。伫第一线服务的保险业务认为，民众可能会出现着急买保单的尾班车效应。即摆10支10付医疗险也陆续落价。在实施之前的保单都既往不咎的话，一定很多人会透过这个时间点赶快去抢停卖啊。对啊，当然相对的保险公司也会有一些反映的政策，可能说是赶快下架，或是说可能说限时限量等等的。消基会提醒未来新制保单爱清楚表明，所交的保费都只有医药费填补，避免民众被误导。另外，新制上路，金管会表示，目前也无正确的时间表，爱甲产寿险工会搁做细节甲配套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